3月7日就是妇女节啊，今仔日呢有这妇女团体是针对着工课场的性骚扰的风潮来发布一份调查的报告。结果所发现讲，有9成6个人是认同这公司呢是爱重视性骚扰的风潮。不过针对着这公司办理的这个训练，煞有6成是认为讲，敢若是做表面的尔，有5成以上是认为这公司处理的态度甲方式，其实拢无够积极，嘛欠缺一个专业性。 自从台湾MeToo事件以后，性平3法修正案施行到今已经未满2年，其中修法改上侪的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有要求主管机关建立相关规范，甲指引协助企业，告主谋防治责任。有妇女团体针对工课场的员工进行调查，有9成6个人认同公司按重视性骚扰防治，不过针对公司办理的防治训练，煞有6成认为敢若是做表面的，无实际的帮助。他们实际反映之后，其实很多人他们是。 大概将近一半的人，他们是认为公司的反应是不妥善的。比如说什么，主管职的态度消极，甚至包庇、隐匿行为人。再来就是处理人员的专业度不足，未受理。处理的过程有瑕疵，忽略了被害人的需求跟他的感受。 调查嘛指出，有拄长工课场性骚扰的有32.8%，这当中有5成以上认为公司处理的态度甲方式拢无够积极，嘛欠缺专业。妇女团体建议企业应当加强教育训练的品质，嘛要找外部专业的协助。那政府的部分，伊嘛呼吁积极介入辅导企业甲管制主管机关。他可能以前都不重视这个议题。 然后他现在开始去调查，他是手足无措的，完全不知道如何进行他的 SOP。然后他的言行举止之间，一个错误都可能对被害者造成所谓的恶毒伤害。所以，既然他来通报的，我们就期待我们的政府主管机关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介入企业，就告诉他可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目前，若是受害者拄到工课场性骚扰有通报机制，但日劳动部嘛拢会定期公告申诉统计。但是妇女团体指出，确无权势性骚扰的相关数据，无通了解受害的程度。劳政单位敢需要介入处理。妇女团体建议政府各种防治的事工爱如有路，才会使建立性别平权的这种环境。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